都惊中国介入台湾选举，屏东地检署表示，无党籍的县议员郭在添，伫去年选举期间，和中国籍的看守涉嫌接受中国的赞助，甲中国药品甲快筛剂分予选民。另外，伊嘛涉嫌和支持者去恐吓别地候选人服务处。检方10月底已经依照违反反渗透法定罪，甲郭在添因翁仔某提起公诉。 检调大家服务处是超出莲花清瘟药丸和快筛，拢是无经过核准输入的中国医药品。检方调查屏东县议员郭在添和中国籍的太太，去年5月是接受中国广东省台办的资助，和台办寄予因遮伫台湾算是违禁药品的莲花清瘟药丸和快筛，佫只是部分快筛爱转寄予伫台湾的中国籍学生，其他的则予伊伫选举时阵发予选民。郭姓被告另指示其竞选服务处之 郭姓办公室主任、周姓助理，在其竞选服务处发放莲花清瘟胶囊以及德威快筛试剂予有投票权之选民。 几大箱清瘟药丸和快筛试剂拢封扣起来，但是检方讲，郭在添涉入的案件是毋哪一件。去年11月14日，伊阁含真侪支持者做伙去恐吓新园乡大候选人竞选服务处。面对检方的讲法，初日下晡郭在添嘛伫咧伊的服务处赔清检方的指控。现在的陈代表啊，他在我这边跟人家喝酒起了冲突，起了冲突以后，是不是我两方面我要去把他让他和解掉，哦，所以说他在这里所有的监视器拍到的都是我负责他。 郭在添赔清讲，伊是咧斗处理纠纷，而且替家己和太太咧发冤枉，表示讲无甲药丸和快筛发出去，是家己的人遮去啊。但是这讲法是无法度互检方信道。屏东地检署10月底是照违反渗透法、药事法和选罢法这罪嫌，对郭在添翁仔某等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而且会求判重刑。记者综合报道。